网友寄来的饮水机，他讲button按下去没反应，通电测试一下，确实是没反应。拆开来看一下什么问题。打开外壳过后，看到一堆蚂蚁的尸体。看来蚂蚁们打算在这里安居乐业，在这里建了几栋洋房。发热管这里也明显的看到 plastic 变形了，把洋房通通铲掉，毕竟是非法的，没有 permit 的。真奇怪，蚂蚁们不知道是不是太冷了，竟然跑来这种地方起洋房，阻碍交通，所以不能用啦。还有一个要 check 的就是它的 pump，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通电测试，电机不会转，向桌子拍一下 ，Oh my god， 一堆蚂蚁掉出来，真不明白这些蚂蚁如何爬进电机里面。它们应该是寻找刺激，电机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好像做 roller coaster 这样。清理干净，装回去，通电测试一下。搞定。